来地动的灾情，继续来看吉安乡的自强号。这个自强路有一间废弃的洗衫厂，半暝啊4:49，因为地动顶下摇架真厉害，2楼厂房安尼坍直斜落，2楼变1楼。一个地动监视器镜头海甲真大下，对面的巷内迄栋2层楼悬无得用的洗衫工厂，因为地动2楼煞变1楼。 透早4:49，花莲吉安乡自强路这栋无得用的洗衫工厂倒去，馆长徐真伟甲管委人员到现场去看，拢看一个惊到。1楼来了，这是2楼。哎，那1楼到哪里？不见了，掉下去。这间洗衫工厂本来是白色2层楼啊悬的建筑物，1楼是工作区，有条啊停业已经真久啊，倒去时无人伫内底，也无去钱到头前的铁片建筑，铁片拢破去啊。 它1楼只有柱子没有墙哦。对。它1楼因为它底下面是一个工厂，可是它除了柱子之外，其他都是空心的。原本就是贴上次0403就是贴红单的，然后它原本预计就本来就要把它拆掉。原本就红单。对，贴红单要拆掉。 台电已经派人去洗衫厂紧急断电，县政府嘛通知自来水公司赶紧将水关起来。这栋洗衫工厂伫顶一摆发现大地动了后，就互县政府打一张红单，通知地主爱紧拆。较无1个月，又搁拄到规模6个大地动，这间工厂随倒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